续来看，前总统马英九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下晡伫北京来会面，这是让8年两个人再度来会面。马英九伫马习会讲出着中华民国，马上就搁改喙改做中华民族，是真正无细字讲唔对去，也则是调工要安尼讲咧，引起着各界的讨论。不过外交部甲陆委会针对着九二共识甲一个中国的原则，是来表达着强烈的反对。若这马英九坐飞机准备要返来台湾的时阵，各台办的官员是热情来送机，讲欢迎搁再来。一日手，马英九即抓去中国，双方拢感觉无够开。中国官员排开排送机，看起来马英九即摆表现因真满意。习近平嘛，借这个机会警告外部的势力。两岸都是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。中国国的势力有关到反台独的战局，轮到马英九讲话时煞定打去。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00年之。讲中华民国国改做中华民族，这是讲唔对去，还是外交基准？好像在马英九的口中，中华民国变成是一场误会。这样的发言以及符合中国相关9·2共识一中原则的说法，都是有违社会的期待。陆委会批评马前总统无保卫中华民国，外交部嘛讲，大家关心的是中国军事威胁，唔是我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讲法。中国大陆最少，他的领导人在马英九面前没有否认哦。中华民国这里，我们有9·2共识一中各表的空间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9·2共识，我认为在台湾已经污名化了。如果一直坚持在这些名词哦，对两岸的交流不会有什么改善。是讲国民党说来又搁要派副主席连胜文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，就看讲敢好多做改变，将9·2共识转化为全民的共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